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路。澳門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，舊年有超過4000萬遊客訪澳，博彩毛收入就有2474億，預計今年都會增長2到6%之間。唔少投行都估計超過2500億㗎。做到咁好嘅成績，6間休閒企業硬件設施同款待能力都係屬於國際高水平。其中貴賓款待上亦精益求精。會員制又叫做忠誠計劃，可以講係爭取高端客源嘅關鍵因素。會員制嘅核心精神在於獎勵常客，咁樣能夠大大提升客人嘅回頭率。至於推廣上，我哋啲休閒企業更別出心裁。昔夕世界盃熱潮，據金剛大道消息銀河就搞咗個與眾不同嘅市場推廣，同一般優惠唔同。聽講今次為咗答謝一直支持銀河嘅忠誠客戶，花費超過200萬澳門元搞回饋活動。最特別係唔係送積分，唔係送福利，而係直接帶客人飛去紐約，親身感受全球矚目嘅體育盛事，究竟有幾豪呢？聽講銀河會邀請客人坐頭等機前往紐約，入住靚酒店，安排專屬嘅私人包廂欣賞決賽。今次最特別嘅就係唔係單純派着數，而係送你一個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嘅體驗。2026年全球矚目體育盛事共享包廂每位大約12到130萬美刀。包廂點解咁貴？因為可以尊貴地近距離感受世界級足球盛事嘅氣氛，仲可以偶遇明星、商界大佬添。記住，唔喺酒吧睇，唔喺屋企睇，而係飛去紐約私人包廂睇決賽。你話豪唔豪啊？賺錢嘅企業好多啦，但願意喺一位客人身上花費超過200萬，答謝忠實客戶，又真係唔算多見喎。當然啦，銀河咁做，顯示佢着重客人體驗同尊貴感受，希望為客人創造難忘回憶，俾客人感受到佢哋嘅別具特色嘅款待文化。其實休閒企業獨特嘅款待文化能夠創造品牌差異，提升顧客忠誠度，係綜合度假村核心競爭力嘅關鍵，並能夠鞏固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，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。多年嚟澳門各個休閒企業形成各自特色。銀河最叻嘅地方就係識得將娛樂旅遊同體育盛事結合埋一齊。多年嚟都積極將體育娛樂融入會員體驗。今次全球矚目嘅體育盛事只係其中一個重點活動。未來聽講佢哋仲會圍繞國際級嘅體育盛事推出唔同活動答謝客戶。聽講第時仲會同客人睇溫布頓網球賽、F1 賽車等全球矚目項目，俾客人可以近距離接觸世界級體育文化。除咗世界盃之外，佢哋另一個焦點一定係天狼派對 Rave Party。上年成功舉辦3場，大受歡迎。今年8月22號再遇歸來，規模再升級，特別邀請亞洲人氣藝人小豬擔任表演嘉賓。據了解，超過80位 model 同表演團隊參與，結合 DJ 電音、舞台演出、娛樂活動同社交元素，任飲任食安排，打造成澳門暑假超人氣嘅持伴派對。今次銀河真係落足本啦，有音樂、有美女、有美酒、有美食，再加埋小豬單係聽落已經知道現場氣氛有幾火爆啦。所以同一般會員優惠可以話完全唔同級數。究竟呢種以世界級體育盛事同高級娛樂體驗作為回饋方式，大家又覺得夠唔夠誠意呢？你喜歡唔喜歡啊？好，呢集就睇到先，想支持我記得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